保惜咱的水资源。文、录音、单字文。欠水是气候变迁，全世界拢爱面对的挑战。台湾嘛同款。2020年是台湾按1964年以来第一摆拢无风台入来。历史桃园以南到嘉义的雨水是有史以来上少的，所以无水通好种植。伫桃园、新竹甲苗栗地区停止引产了后，无偌久，嘉南平原嘛宣布停止压产水爱收经。规个台湾欠水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搁较食力。2020年，台湾当地面对56冬来上大的可旱，长期无落雨，造成可旱严重，互景色优美，会当坐船游山花的日月潭、大窟窟，变成一片大草埔。连台湾上长的落水溪嘛出现真罕见的长流，互原本伫溪里的鱼仔甲虾仔，因为无水，拢冰冻死了了。台湾是四面环海的海岛国家，平均降雨量是全球的2.5倍。毋过，水资源因为济因由，拍算去的比留落来搁较济。历史常在有欠水的危机。毋则有一句台湾3冬小旱，5冬大可旱。面对56冬来上严重的欠水危机，高雄市长陈其迈嘛专工录台语的省水宣导，对粪扫车四界放送，提醒市民即阵仔台湾雨水较少，有一寡所在已经无水通用。拜托大家爱保惜咱的水资源，水尽量回收欠仔用。伫气候变迁、全球拢欠水的年代，若要有水通用，就爱会记得好天也着积雨来娘。所以经济部水利署按日常生活，就教民众济省水的撇步，像洗身躯用冲的，莫用浸的。流烧水进前的冷水会使升起来，安尼就有法度省几10公升的水。洗菜、洗碗池，甲水漏伫碗斗较省水。平时若洗菜、洗果子，也是洗米的水，会当摕来压火。若是洗衫、洗身躯和洗碗池的水，嘛拢会当回收摕来洗车、油涂骹、冲洗桶。也有厝内的洗衫机、洗桶甲水道头，会当换有省水漂头的产品。毋若轻松省水，阁省钱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蒙拉兼洗裤。咱地球的水资源是有限的，逐滴水拢足珍贵，所以省水袂使简单是口号尔。每一个人定着爱拍拼改变生活惯势，甲保惜咱的每一滴水，才有法度面对气候变迁所引起的欠水危机甲挑战。